大家好啊，我係朱海表哥啊。傍晚啦，帶個客嚟睇華發苑子雙拼別墅啊。而家價錢470萬，有3套，155棟、160棟同埋170棟啊。睇呢度嘅小區嘅花園啊，睇下蘇州嘅園林搬咗嚟啊。入門口呢一度咧整咗個金魚柱，同埋隔籬咧有會所，好多健身房啊，仲有美容美巴呢度。睇入咗嚟行路嘅庭院啦，好靚啊。入邊都種咗好多螢火蟲，嗰個樣板房嘅呢度咧屬於第二排嘅啦。第一排咧係靠門口嘅，二排呢度咧仲有螢火蟲嘅二浸庭院啦。嚟感受下呢度種咗好多螢火蟲啊。400幾萬首期，應該就60-70萬搞掂噶啦。而家獨棟咧仲有一套小嘅990萬啦，使用1000平。大獨棟咧有一套花園1200平喺2300萬啊。價錢嚟講已經算平咗噶啦。而家仲剩得幾套清盤噶啦，可以嚟現場睇下，睇啱價錢咧仲可以申請折扣嘅。而家睇緊呢個水系咧都幾靚嘅，旁邊咧就係獨棟嘅樣板間，小獨棟嘅已經賣咗啦。呢一套雙拼都賣咗啦，可以嚟參觀下。因為天黑啦，但係後邊我拍一套155棟嘅入戶花園俾你睇下。佢庭院咧都係咁樣嘅，雙拼咧戶型係差唔多嘅，小獨棟同大獨棟咧就有少少相差，睇花園大細咯。嗱。呢一個咧係125平嘅花園，呢個位置係花園，佢挖咗取乾井挖大咗。大家睇毛坯嘅咧，佢個取乾井就冇咁大嘅，你中意可以挖大啲咯。呢一套樣板房聽講報價之前1400萬左右，可能傾應該係傾1200、1100左右成交咗，因為已經業主重新又要幫佢裝過，所以呢一套咧仲可以參觀嘅。嗱，你睇下佢呢度咧做咗挑空嘅，呢個挑空嘅位置咧。睇毛坯咧，上邊可以做到2間套房嘅。當然上邊做1間套房咧，就呢度挑空嘅咯。已經1樓有間套房喺度噶啦。成個別墅1樓1間套房，2樓做2間套房，3樓咧就可以做一個主人大房。下邊隔層咧仲可以做2間房，可以做6間房以上嘅。建築係140平方，佢嘅面積咧地面唔會好大，但係地下室會相對大啲，地下室有200幾平方嘅。因為呢一種商品咧，產權先380平左右啊。嗱，電梯都裝好啦，呢套啦就相對於客廳唔會話好大。你話客廳大咧，可能就要獨棟噶啦。後邊仲有個花園嘅，有2嚿庭院嘅。因為今日都嚟睇樓啦，所以視頻會有少少抖啊。嗱，可以慢慢參觀啦。我哋而家落去地下咧，做咗隔層嘅。佢地下隔層咧都係算喺房產證面積呢一度噶啦，因為做咗水泥板嘅。有一個位置係挑空嘅，即係呢一個位置咧係挑空嘅，佢係間咗兩邊咧做咗一個挑空嘅天井同埋一間客房，而所以佢個取乾就會好好咯。下邊咧就做咗茶室噶啦，睇你需求咯，可以按照樣板房咁樣裝。隔籬咧仲有做一個棋牌室，呢度客房咧係有通風取乾噶啦。佢個裝修咧所以設計就做到幾合理嘅，因為有兩邊嘅取乾窗。同埋天井落嚟啊嘛，所以通風取乾都好嘅，唔會話好暗。因為而家差唔多6點噶啦，而家冬天啦，天黑嘅時間比較快啊。470幾萬吓，我覺得 OK 嘅啦。深中式嘅別墅，仲係華發嘅院子，靠黃楊河邊，而且佢呢度咧，你睇下個天井咧，啱啱好光線咧，傍晚啊都會有一定嘅取乾落嚟噶。而家先嚟到負1層啦，睇下電梯。行樓梯都可以行落嚟啦，佢嘅車位咧就係2個嘅。當然而家全部都係屬於2排3排呢幾套啊，所以價錢嚟講都 OK 嘅，喺中軸線啦。你睇下呢度望過嚟咧，淨高係6米嘅，佢裝咗有吊燈落嚟嘅。呢入邊咧就做保姆房同埋一個洗衣房，佢呢一度咧可以做鞋櫃，因為你旁邊咧就係車庫嚟噶，人車分流嘅，好多時候都係開車翻嚟噶嘛，所以你咧就要放鞋櫃入邊。車庫可以做密封嘅，因為佢個車位咧劃咗係2個俾你嘅，你到時可以裝捲閘門嗰啲嘅，睇你需求咯。私家車位嚟噶嘛，呢度咧就做咗一個工位同埋一個可以做電影室 K 歌房得，會客廳又得，睇下你點整啦。因為呢個位置咧佢係上邊係樓板噶嘛，淨高大概差唔多仲有4米嘅，隔籬呢一度咧已經做咗取乾井落嚟嘅。呢間咧可以做茶室又得，睇你選擇咯。因為佢呢個只係俾你參觀，因為人哋已經訂咗噶啦，佢好多手尾咧重新仲會交俾個業主咧，仲會裝嘅，而家只能參觀下啦。嗱，2樓呢個位置咧，人哋話浪費咗，又做咗吊燈，
因為佢呢一度咧係空嘅，呢一個位置都係空嘅，佢挑空嘅位置係唔計房產證嘅贈送嘅。有啲業主咧就推平佢呢度做間套房，因為呢一個位置咧睇毛坯嗰陣呢一嚿咧屬於洗手間嚟嘅，洗手間嘅位置有去水嘅，睇下你點整啦。因為佢呢個樣板就做咗一間套房喺2樓嘅，隔籬咧就係電梯位啦，睇下佢個位置啱啱好嘅2層2間套房咯。隔籬咧嗰間房咧都係有採光望到室外嘅花園啦，嚟感受下。套房設計雙套房，一家人改善完全足夠噶啦。喺黃楊河嗰度，其實呢度環境幾靚噶，好舒服，好安靜噶。因為同華發又一城咧係已經距離好遠噶啦。佢呢度咧就係生樓嚟噶啦，成個生樓係有露台嘅。你買獨棟咧，2樓生樓樓頂都有露台，雙拼咧只有生樓同埋樓頂有天台嘅吓。呢度咧做浴缸雙手盆啦。然後咧有兩邊嘅採光嘅，佢主人房係兩邊通噶，有兩邊光線噶。3米大床都可以，2米2大床都得，睇你中意咯。你放床都仲有兩邊床頭櫃啊嘛，中間就整咗個衣櫃啊嘛。從呢邊望落去咧就你啱啱好嘅花園。樣板房呢一套咧係邊位係中軸線嘅邊位，155同埋160都係邊戶嚟噶，嚟感受下呢邊嘅景觀視線都幾好啊，雙拼別墅。旁邊咧，如果你選擇獨棟咧，而家華發水幹仲有幾套，領導換咗人，有4套房型放出嚟，700零萬有獨棟噶啦。嗱，呢邊獨棟就要900幾嘅，因為比較新。華發水幹咧就時間有啲耐嘅啦，仲係一手嘅。而家睇緊嘅都係一手嘅房型嚟噶啦，清盤啦，基本上幾套清完咧就已經係呢邊就結束噶啦，到時放出嚟都係二手噶啦。二手價錢只係之前買雙拼有啲貴噶。600幾700幾，仲有啲800萬都有嘅。嗱，而家係天台啦，感受下天台呢一個位置咧，你可以 BBQ 就得，因為有電梯上到嚟嘅。電梯上唔到嚟，應該係到3樓，呢度要爬樓梯上到天台，有做好樓梯嘅。嗱，呢度咧就係個別墅個頂啦，新中式嘅風格啦。嗱，呢一排咧係雙拼嘅，隔籬前邊嗰排咧就係小獨棟，最後邊嗰排咧就係大獨棟嘅。而家我哋望緊咧第3排嘅雙拼啦。嚟感受下，已經係交付噶啦，而且佢個別墅區唔會下沉嘅，因為已經比其他嘅區咧已經墊高咗5米啦，下邊係地下車庫，全部係倒咗澆灌嘅，所以呢個別墅區唔會下沉。你睇水棍嗰啲別墅咧就會有少少下沉噶啦，呢個係最新嘅別墅吓，華發苑子。嗱，佢嘅道路鋪咗好多呢種石頭啦，呢種磚啦，嗱，同埋呢種色調嘅門口個府底就咁樣嘅個門啦。嗱，呢度係人行嘅，車咧係地下噶嘛，睇下有好多都入伙住咗人噶啦。我哋睇小雙拼嗰陣咧，對面獨棟嗰套都住咗人噶啦，入住率都好高噶啦，因為好多開始都裝到差唔多七七八八噶啦。因為呢邊珠海咧靠萬達廣場，學校係雙實驗嘅，好多斗門有錢人改善咧都住喺呢度，同埋斗門啲企業家啲老細選擇呢邊，有好多人嚟睇個風水。佢呢邊格局都幾靚啊，因為我哋而家差唔多6點噶啦，光線你睇下，嗱，傍晚時間睇下呢個院子其實幾靚噶，入邊嘅綠化整到又靚啦。嗱，我睇下對面嗰套都住咗噶啦，而且佢獨棟嗰邊咧啱好樓頂咧可以望到個景觀咧，係望到濕地公園、黃楊河嘅景觀。但係如果係雙拼咧，可能望景觀咧就望到少少啦，當然係側望到嗰個黃楊河嘅景觀嘅。呢一套都裝修啦，佢上邊可以搭個架咯。當然而家光線就開始暗噶啦。嗱，我哋而家睇嘅咧就係嗰個155棟啦，就係要行到前邊。而家從呢一邊開始轉落嚟咧，就係呢一戶啦，155棟吓，毛坯嘅。當然房產證386到388左右啦，總共就3套雙拼嘅。呢個係前花園，後邊仲有個花園嘅，同樣板房嘅戶型差唔多噶啦。上邊咧佢個取乾淨唔會好大，樣板房就畫得比較大嘅，隔籬嗰度仲有個少少嘅花園咧，就咁大，大概係125方左右嘅花園咯。實用嘅話差唔多係600平方，用完之後睇你裝修設計咯。呢一排咧仲係取乾淨嚟嘅，已經預留咗噶啦，兩邊花園都可以行過嚟嘅。花園後花園呢邊咧就做咗個會客廳，推開門入邊咧就會客廳嚟嘅。
佢唔會話好大。呢種別墅咧裝起身咧，你使嘅銀碼咧就唔會好多啦，都係挑空嘅，交俾你挑空咧係唔計房產證噶。呢一套咧其實都幾 OK 噶，470萬首期幾下個，可嚟現場參觀啦。